現在，我只想寫完這本書。我想，這世上的恥辱，沒有比受到宫刑更殘酷的了。受了宫刑，就不再是人。今天如此，從來如此。我沒有選擇死，不是不懂得廉恥，而是我不能。人固有一死，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。我不死，是因為我想做的事情還沒有完成。我招子禍患，讓先人因我而受辱。我沒有面目再去父母墳前祭拜。這一生的污垢，累經百世都洗刷不盡。所以，我時常愁腸百轉，在家中便覺若有所失，出門又不知該往何處。我只後悔沒能早點完成這本書，那樣的話，我就可以乾乾脆脆一死了之。我要把它藏之名山，傳給後人。我要在全天下人面前洗清我的恥辱，為此忍受今天的萬人恥笑，也絕不後悔。在汉刘家統治的時代，《史記》卻將與劉家爭天。